学语能力初级认证，口语测验，口语表达，参考答案，示范声录音。31，我最想要得到一张去日本嘅机票。认真，我当久无出过了咧，我想要去日本行行啊，看看啊。32，我会买游泳池、豆腐干、洋芋片、乖乖，还有饼诶，再买汽水、可乐、乌龙茶、仙草茶、运动饮料。33，阿妹，今晡日放学以後，我要留到學校，同同學共下練學語口說藝術，練到5點半，將自家行轉去，做得冇？34，我最想要做警察咧，認真做警察咧，做得作壞人，保護好人，維護交通安全，幫大家過好生活。我最想要做空中小姐，認真做空中小姐，做得去世界各地流了，薪水未當好，還做得同當地人服務。35，上體育課唔記得做運動鞋來學校，我會去隔壁班同我好朋友食，無就是打電話轉屋卡，請阿爸阿妹送來，真經無辦法，就請先生原諒我。36，阿妹，等一下，我要同阿珍共下去學校打球誒，差唔多搞到5點半，就會轉屋卡咧。37，也拜係通過學語認證考試，我請感謝先生。先生，俺只說感謝你也2張月，俺3萬教我客家話，帶領我講客家話，還有練習各種題型。38，阿珍呢，你真經愛轉學嘅哦，我會當上，下禮拜有閒再轉來了。有閒沒有寫信嚟打電話俾我，祝福平安快樂哦。39，我想要有阿姊，認真阿姊較會照顧老太老妹，唔管係生活上也係工業上，都做得幫我話變。我想要有阿哥，認真阿哥做得保護我，唔會俾人欺負。還做得同我打籃球，帶我去釣魚。40，阿強，目前，一下就會到屋誒，在老三夫問題就好誒。阿強，目前，唔太熱又太涼，俺有修養嘅人，冇計較這些事情。41，下課10分鐘，我會去片手鵝鳥，吃茶，吃點心，去操場打球誒，看牆山，看天空，叫作業，當真作業，準備下一節要用嘅東西。42，我真想要去日本，聽講日本嘅風景一江，河壩水一千里。文化保存都當好，故所我真想要去日本留了。我真想要去瑞士，認真我當好坐火車，聽講瑞士火車會路過高山、冰河地形、莊下，去看無同樣嘅風景，故所我真想要去瑞士留了。43，先生，俺只說感謝你教我讀書，還有做人做事嘅道理。我會上網讀書，
永远记得先生嘅教徒。448月班，我哋國家人會共下帝王面前，配肉、看熱花、生熱餅、食油嘅泡茶，大家共下打嘴鼓。45我會先打電話俾屋企人，問看下佢哋哪樣時會轉來。正經無辦法嘅時節，就請開鎖師傅來天數開門。46假使洗身洗到一半無收水，我會用冷水同身體先迷槍來，等到有收水嘅時節，再洗加一道。47我會請佢同先生講，這個課本無帶到，請先生原諒，韓國嫌佢唔識寫，唔好教。上課嘅時節，同我共下看課本超好誒。48阿叔婆，我轉去誒係麼？慢慢地行，我注意查誒，我較細一點位哦。有閒再過來了哦，張來了。49我會先請阿明講話，同佢做朋友，帶佢去教園行行啊，小姐同學本佢認識。50我到屋企會聽書變數，數天內、米天內、數三、摘三、讀菜、檢球、洗碗。洗碗我做到最好，阿妹說我碗洗到當槍。51先生，我生意地位哦，也比天內濕，行路較慢地位哦，這樣唔會跳到。52我會先同佢講，一下係紅燈，先慢開過，等到長燈嘅時節，我會勸佢過大路。53阿伯妹，我愛轉嚟排泄哦，路講一組邊，今晡日搞到當歡喜。阿伯妹，有閒再來我屋企了，按子說張來了。54早晨頭，阿爸會送我去學校讀書，阿爸係騎奧多拜視察的最愛。我係自家去學校，我騎自行車、行路、坐火車、坐巴士、坐高車去讀書。55阿伯婆，有較好地位麼？係有哪位無上愛講哦？有想愛食乜嘅麼？係熟水果本色，好好調養，莫少按多哦。56我親好看嘅書係《幫良養新村》，這本書係小姐長一班苗栗特別嘅節慶活動，本大家認識幫良養良嘅過程，當神奇，當好看。57阿妹，阿明嘅叫嘛樣子誒，我當想我有一隻叫嘅來做盤。做得同佢本一走來向麼？阿妹，拜託啦。58上課本來就做唔得教書記嘅，書記嘅本先生書這位冇相干啦。等到編學嘅時節，
再拜託先生問。59，我最想愛變到妖婆，認真，妖婆做得比哥哥，韓國目睭哩哩，看到當清楚，未當自由。60，我會先牽阿弟姑放起來，再問阿弟姑有哪位會痛，也是唔爽爽嘅麼？韓國等家屋客人來帶佢。